再来看花莲县岛溪乡中正部落呢，最近是接续发生乌熊侵扰的代志，造成一寡鸡仔甚至是3只狗仔呢，拢互这乌熊咬死。经过画面的比对，确认就是玉管厝伫4当前来野放的乌熊。林保署的人员是昨暗赶紧去赶熊。分属的兽医去稍微看一下，确实是一种大型的那个食肉动物去撕咬的。但是到了17号晚上，我们大概又拍到真的熊就攻击第3只小狗。那确定就是黑熊所为啊。林保署的花莲分署呢，看红外线的相机有翕到这乌熊挖进鸡条，也有乌熊去攻击狗仔的画面。这只乌熊呢，伊颔棍受挂箍仔，确认就是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伫4当前所野放的乌熊。那像就是因为伊的追踪器各样，所以迄阵啊，唔知是走去倒位去，一直到即马才互人翕到。林保署的花莲分署已经发公文，予玉管处赶紧来处理这只乌熊，来维护人甲熊的安全。另外来看高雄有一个姓林的查某人呢，互警察当作是甲同一番共党的，所以硬甲人带转去到派出所。落尾这警方发现讲是抓唔到人，才赶紧甲放伊走。这当事人甲规个过程拢放伫个网络，是引起真大的议论。用凤山分局呢是出面来回释的，嘛会追究这3位警察的责任，甲因定处。我不要叫车！啊，你不能回去！我走去警察局看你们是不是真的警察。3个查甫人自称是警察，但因为无穿制服，姓林的女子无愿意对警走。17暗时，红山中校派出所员警伫文化中心要掠逃走的通缉犯，警方认为女子是共党，甲人查入来查问。当事人讲伊是行路来行车，因为警方态度强硬，声扫真歹，女子嘛无爱报身份证号码。最后人方带转去派出所，一直到暗时10点外，警方总算查清楚认唔到人啊，才放人离开。当事人伫网络打文批评警察黑白掠人，随后红山分局出面回释咧，嘛承认警察的做法不适当。对于本案的为师，警方除向当事人致最深的歉意之外，另将依规定惩处，并追究考侦责任，同时强化远警教育训练。民众无犯罪，去拄到警察执法不适当，亲像这款情形要安怎维护自身的权益呢？律师讲，民众现场会当先要求警方提供异议单，将搬载过程、警方的资料拢记录落来，作为日后行政诉讼的凭据。若是妨逮捕，会当要求提审，由法官来介入审查。人民只要被法院以外的任何机关逮捕拘禁，不论是否基于犯罪嫌疑，其本人或他人都可以申请提审，由法官介入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的合法性。而异议单的作用在于，如果民众认为远警的盘查无理由，可以当场提出异议，要求远警重新审视自己的盘查理由。伫这摆事件，警察拢无甲民众攻击的权益，互当事人互扣留伫分局将近2点钟。律师强调，分局是公共空间，假使民众有受到言语的打压，也是霸凌，嘛会当向法院提出公然侮辱的告诉。记者柯家如、柯昭阳、高雄仓报道。